路是人行出来嘅，山上嘅路、平原嘅路，有联络庄头、老庄头之间嘅路，有单纯去山上耕种也得到生活物资嘅路，有一下完全看唔到，不過其實係一條繁華鬧熱嘅路，沿路係一條路，一條老路，喊做古道。古道嘅兩頭看到無窮樣嘅客莊，古道嘅兩邊船體現古今老過往。一步一腳印，高山流水，客莊當江嘅聲音，行過才會相信。鮮明嘅智慧，都喺一條老路上。夜市嘅長古高到前，我哋愛前進苗栗縣太湖鄉，也係一條鮮明延續生命土生態嘅重要歷史記錄。and 險記馬拉邦古道。喂，從古到今呢，我小街嘅古道呢，只係一兩位啦。兩位呢有一隻真特別嘅東西，係乜嘅東西呢？你看兩位紅紅嘅一兩位咧，只係高山嘅刺坡嘅哦，只係咧一層一層嘅石坡，咧只係呢老條擺啊，客家祖先做嘅石坡啊，還有哦，嘅馬拉邦山嘅古道當中呢，有三人佢只等愛，咧下呢，我去請個伯公拜一下，祈求一下，好冇？來去。一個地方係馬拉邦山山腳下嘅東興村，對海拔300到1000公尺嘅區域，種嘅做得講都係高山刺坡嘅。當神奇嘅係，一條刺坡嘅都帶到石坡地背，一隻一隻嘅石坡就會按客家先民嘅生活智慧哦。齊大哥，我有問你咧，我看下咧石坡啊，吼有個大沙鼓，還有細沙鼓，要唔有無窮樣？較細粒嘅就講人工嘅咧，人工嘅，鴉片較大粒嘅就用怪樹嘅。怪樹嘅，吼，要唔冇同啲用怪樹嘅就好咧，人工嘅。以前冇怪樹嘅，以前冇怪樹嘅，也有怪樹嘅就用怪樹嘅嘅，也。我介紹佢嘅人已經冇睇咧。呢條石坡已經有幾下百年嘅歷史嘅，係清朝時節客家先民進入馬拉邦山開墾嘅時節所建造嘅。嘅石坡除咗費體力，還來靠智慧，一粒一粒嘅石頭樣板線，樣嘅擺，一個技術真經做得講實在呢。唔過捱到簽到嘅，呢一個99%嘅居民都係客家人嘅莊頭地背。捱到真見簽到嘅，老祖宗靠山食山嘅智慧，根本呢就有機來慢慢地講本大家聽。只係佢冇錯啊，佢只係羅大哥啊！我本人張羅，名都修長，朱元璋嘅長。你哋用班會請佢冇？佢呢，只寫時啊，只兩位台嘅馬拉邦山古道啊，佢清書啊，冇偏於比佢較書嘅啊，係用講咗咧。苗栗縣嗬，等嘅馬拉邦山簽到一拜係劉老師，劉運財劉老師，1200拜。我哋馬拉邦山要發等到嘅山當嘅證書本記，我哋就要做到安尼，還有咧很多時青用，清好爬嘅啦馬拉邦山，就係因為嗬，佢想去喜馬拉雅山登山，所以佢接嚟啊馬拉邦山嗬來鍛鍊身體。家佢係後上去喜馬拉雅山，結果唔拄好來講法嗬，缺神屍體嚟嗬，所以還好我哋嗬最後啊呢是慶容先生嘅紀念碑嚟做到馬拉邦山嚟有佢做一個紀念。我捱啊掉嚟係石頭，灑係防冇泥，個水係要偏凍，所以喺捱條夫子啟上去有佢做一個紀念碑，比如司機也講用到馬拉邦山。捱嘛係清好缺山嘅人啊，你下捱感覺就是親像嘅朝聖一樣，佢行過佢鍛鍊過嘅路啊，捱嚟行過一拜，體驗佢嘅心情。好，安尼捱就帶人入去撩啊咧。朝聖 ，Let's go。嘉源唔是急，我哋先對馬拉邦山腳下開始，
一片萬奶都留定老祖先嘅生活點點滴滴咯。老太公，咩東西啦？呀，都鋪嘅啊，鋪嘅啊。嗱，以前嚟講嘅話嗬，冇塑膠嘅桑麻，即留嚟做種嚟做鋪塑藥水，呀鋪嘅喺路嘅當做嚟做鋪塑，而家捱啲拿機嘅做唔開，咁樣辦人都鋪塑好嘛？鋪塑對以下嘅後生人嚟講，唔但止冇看過、冇用過，更加連聽都冇聽過。一下呢，就本大家來開眼界。噔噔噔噔噔噔噔，一地位做係鹽，一鹽嚟講嘅話，做得點到天下下嗬，佢就會上揚，佢會打啊，打鋪棚啊，鋪棚嘅話，佢就抬上去嗬，佢就會打字啊，本嚟寫嚟啊，係啊嗬。眼看咧形狀啊，嗬，就像嘅有嘅差唔多，差唔多，整齊哦。係啊，鋪嘅路嘅話嗬。做人家就學啊，做得學機械嚟做鋪塑，藥水啦，嗬，藥煮出為主嘅呀，就鋪塑還有一隻用法，你用唔用嘛？嚟教你，係用。落水咧，早啲嘛，做得啊。家園喜好哦，要發現鋪塑嘅新用法。家老太哥講過，愛老嘅鋪誒，正做得做塑嘅，也因為佢嘅愛情已經木質化。當硬要防水，最適合拿嚟做容器，行過前嚟用哦。老大哥，一片青醬哦，冇便宜哦。臭梅看，醬嗬，一隻臭梅啊，臭梅係凍下時嘅作物，所以佢會爛。臭梅當為醬。哎呦，要做唔得落雪，要做唔得落上哦。落雪落上嗬，就會綿皮啦。我係怕咧嗬，水果嘅樣會較好食，較甜。較太，就會人就講嗬，馬拉邦山、後山，喺冬天，早晨暗部會隨東風下來，氣溫嗬相差較太，所以水果會甜，臭味會太，人家太湖上啊，40年前主要試種，要種大個開發嚟種嚇，看入品質極好嘅嚇，結果試驗出來嗬，喺開發300多1000公尺嘅種徑。結果我喺嗰邊喺750來講嘅話，靠近我喺嗰邊臭梅嗬，品質甜度也就當好。等下唔看我喺小安泰，跟我入邊平泰呢？係啊，要拉泰嗬。啊青盤呢？我人家也許係青盤。係營養要拉嗬，係啊，就溫度要按冷來講嘅話嗬，佢就成長當好。臭梅也會太醬呢？我一條要青苔，前面摘睇按到嘅，要見過啊，嗬。係，一長烏嗬要摘過嘅，咁我要係，也都喺邊係要按太。看，有做得食，老太個店係冇乜計啦，做得食啊。人家嗬摘臭梅嗬，用按嚟捏咧，用捏啦，又入面一係要拔，佢係會打字，是啦。今天冬天咧，唔是個煉乳嗎？剛才冬天唔是蜂蜜嗎？唔是。一幾片嘅刺婆鹽係老太哥啲老屋係會種嘅。佢講啊，早期馬拉邦山腳下係種禾嘅為主，引進刺婆嘅初期係禾嘅、刺婆嘅連定種，一下呢全部都係刺婆嘅田下了。老大哥，馬拉邦山那邊樹青醬誒，亞洲草林誒，樹誒係上公數誒，嚇，樹係10年誒，亞洲嗬契約50年，係50年將樹誒將喺本主人去賣，按後呢還有政府幫忙哎呦，係啊，看我哋嗰邊石頭嗬，全部用人工打來結咧。人工結啊！係啊，那石個按太用板結啦。用鐵夾有幾安尼，打開來就變2隻石頭、3隻石頭、4隻石頭安尼，用塑嘅啦鋼刀，鋼刀人嚟結嘅地方，等會要安尼薄砍，我等下打完你，佢樣板有一隻石頭鋪開來，變結到嘅石頭。假如認真到誒，從頭起來了。石博係世世代代喺到神奇嘅客家人克服環境來向天公整體所留下來嘅文化資產。因為山坡地、耕地少，
利用石箔來開墾咗一地一地嘅梯田，咁樣呢就做得台一個地方耕種生發。到底石頭按樣嘅鋪，樣嘅結，撒下來就會麻煩老太哥了。我講你嘅要種到石頭嘅順頭咧，要加到按你空氣來種你嘅。哦，你看，叻渣就係太沙固啦，係嘛？嘛，就留定咩咯？一大邊就要隻石箔，也要空氣做嚟種你嘅。哦，就一隻太石頭就冇有佢大嘅。哎呦，很聰明。教人種樣板鋪石頭，因為一隻石頭較好鋪，仍然主講一大邊有一條石線，石線嘅話佢較好別。有，哎呀，快點出來，你看。係啊，我用樣板打開來咧，然之後加到按你工具嚇來打。輕重哦。要鐵嚟打喲。哦，你看，按到工具樣做得做哦。係啊，樣到石漿。石漿。哦，樣到石參。石參。石參嗬，係先由石頭帶隻細孔由石漿打落去，等下然後用按你太磅錘。哇，太磅錘來磅按你石漿，來磅一石漿。哦，石頭就會變。講啊，一步做，慢慢來。來。哦。你下嗬。因為一石頭喺按樣來講嘅話，嗬，然後拿你細鐵錘，嗬，細鐵錘打，嗬，打一石漿，然後坐到一蛋糕，哎呦，嗬，然後坐到一蛋糕來講嘅話，嗬，然後按嚟打，啊，然後按樣打，來哦，按元素啊嚇，元素，冇打到，有杯酒了，等下就熊配了，啊。還是沒辦法，我打村就丟掉了。不對，危險！按照坐到一蛋糕來講嘅話，嗬，按照按嚟打啊。那露條板嘅人從啲就係用手工按用，全部用手工打。哦，差唔多一隻孔了。你下石漿可以來用咧，嗬。係石漿啊，嗬。就講下，打孔嘅咩，嗬，由石漿打落去。哦，就做得。哦，將你打落去，嗬，要你打落去。等下，我看那孔誒。唔看那孔誒，你用嘅石參，係嘛？哎呦，大那個孔誒，嗬。春班左右嘅哦。一下看到嘅畫面非常嘅珍貴，係當年老祖先啲還蠻有記憶嘅年代，可能手工鋪石頭嘅經典重現。老太哥講，還來順定石線繼續打孔，假如完了。來，開始咧。哦，出千多力咧。係喲。哦，還有要用恰喏。恰誒。哎呦，冇食飯靠唔路咯。我要食飯咧，做得哦。哎呦，恰哦。我用軟樹骨靠，唔好用硬樹骨。鋪石頭做唔得單槍靠慢力，係冇石頭係慢鋪過來，樹就成挫爽嘅。老太哥講呢，後擺嘅裝備都係按樣搞嘅。一卡鐵錘來講嘅話，就按嚟樹按樣。你看那手腕嘅。唔好講嗬，按你硬按嚟敲，按用敲，手會真痛哦，手會當痛，麻哦，就按嚟按住軟樹骨按嚟敲，按住拿啲按嚟鬆就好咧，唔好刻啲按嚟硬，嚟講嘅話嗬，一會跳人樹就會痛，按住軟嚇，按住邊啲嚟看，一跳嚟講嘅話，我一拉啲樹碰下，真見看你有鬆，有得孔打好了，然後有石漿打落去，打落去，要躺到喺上，然後靠落去，要當輕咯，輕咧，那麼輕，等下然後用太磅錘有熱磅，有石頭行到大概一隻喎，行到加一隻，大概一隻喎，搞本眼，好嚟，呢隻 V 做得嘛？哦，做得，嗰隻做得，都有一條線，都平咩，一三隻線咩平，哦，輕重咧。
有干够嘛？有较好的喂，有进步嘞。哦，哎有进步就是好的对哦。哦，左片右片打，左片右其他我片，有空。根本你啊吼，用身体来干够嘅露头摆的人啊，用板大沙鼓，一定会这家做过样样会低啊。係啊係啊。哦加油加油哦！一下呢還真係難成天天。當三個石尖都卡入石頭地背，下一個步驟係揾大棒槌上床了。一支大棒槌啊，要5公斤咁重呢。好。嗯，拿起來係按呀，嘿，放下去嘅，數位飛轉來。好，回轉來啊吼。哎，就唔下去就唔是用用力。力咧，你看個手真有巧勁，哎呦，送出去，哎呦，不用下來。用原力就好，原力冇用硬力。哎呦，重點來哦，用原力哦，原力。哎呀，對準來對哦，準哦，冇等下塞接我下隻哦。下就俺個攝影師唔怕啦。啊，老太哥，用吧，風水下流影啊！用吧啊！我有把會講。等一下，一定啊，有把會講啦。你看那三隻石尖有冇？從第一條直線盪過，你看那沙骨媽逼回來嘞。哦，那清明顯，你看那位有冇？那沙骨從地逼回來嘞，還有那第三隻石尖，那位嘛清明顯，那位嘛係有冇？有，大家拍手。哦，等下那隻沙骨呢，就做在逼回來、打回來嘞，係冇？哦，嘿，哦，準備哦。聽聽老太哥一錘又一錘嘅敲下去，當硬嘅石頭真然出現變分了。老太哥一個時間向大家停一下，睇一下氣，歇看一下。當石頭變到一種嘅長度嘅時間，就做得用長棍呢慢慢嚟敲過來。老太哥講破石頭就係愛以油激光，利用工具再配合技巧，將做得破成適當嘅體色。石頭係咪做得加完唔記住個？來哦，元素啊哈，元素，哎，冇大刀。有杯酒了，等下就送開了。等下，哎，做得剪接嘛，做得啦哦。哦，有嘞，哎呦，哎，我來講，現在真係冇辦法啦。前面搞嘅冇彈到哈，拿起來去嘅樹啊哈，變上來，變上來，下去嘅樹啊調轉來，調轉來，哦。就加到一按長嘅地方嚟講嘅話，哈，佢切個下去就有力。哦，啊，你看啦，係，你聽嘅聲音哦，輕用力咧。哦，哦，要邊嘛？有嘞，有嘅，有，兩位，哦，有逼開了，你看那先。要逼開來哈，逼開來，一片哈，一片要逼開來。一片嘛做得用，一片也做得用。冇辦法，啲奶會逼開來。而家隻石頭嚟講嘅話，嗬，佢表面啊，風長久啊，嗬，風吹日曬，變咗講好多風化石嘅。本來就講地波嚟講嘅話，真係強氮石。強氮石嘅話，嗬，就地波就會強。嗬，而家嘅石路嚟講嘅話，石線啊，嗬，較好鋪，較好切。唔好錯嘅代表嗬，一隻石入面當嚟講嘅話，鋪嘅代表結果一片裂變。換句話講，就係一個強氮石，較好，較耐用，做下石鋪真好。錯，係做石鋪較好。一地做得哪一件？哦，哇，真重誒！看到安些地好重嘅喲。哎呦，做石鋪，都見到幾大邊？哎呦，接起來咧。好。那做石翕相啊，你係做捱天地嘅石鋪。一成就有做到啊！有做到，哎，有乜感覺都有做到些啦。而家一隻石頭嚇，盲變咧嚇，係盲變，比啲人工哪大。哎呦，家園，我意思講唔要做到些哦，做得講全部都會老太哥的靠，也係底下寫明嘅辛苦嘅嗬。啊，
还是没办法无。打准就抽掉了。丢丢了，哎，打准啊！哎，不对不对，啊，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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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度愛拍鐵石嘅畫面，入樣時做啲講嚴定塞鉗，家園唔會打卡準地位喲。你準備好了嗎？來嘞！哎哎哎哎！怎麼有看到火花啊？好嘞！本打頭爛，有像豆腐樣嘅漂浮哦！啊，要逼佢嚟啦！要逼佢嚟就做得用咧啊！哦，留翻嚟啊！嚇，今日要做到些咧，做得食飯啦啊！一下嗬，你扮下來，扮下嚟，誒，嘅扮下來嚇，扮下嚟。哦，扮下來，哦，哦，要看到冇？一下嗬，地波塞條就強膽嘅，有看到冇？你啊地杯呢就係強勢嘅，就係強膽。我杯呢有風花哥，就較蓬、較胖啊，吼，較硬嘅、胖胖嘅，哎呦，拱一下就逼佢嚟。逼佢來，係無招塞先行，啊，免當因為有條奶啊，招踢嚟嗬，記住半日頭啦，二歲安尼曬到別別啦。好，一下誒，你結塞條，我樣辦呢隻咧，你唔贏咩？係你兩沙講，我樣辦講你啊，來，嗌講。用，哎，啊，牙膏嗬，一塞條飯開來嗬，一要塞落，有人講咯，一用位要兩片，一隻鉗呢，落上來講嘅吧嗬，一就撬到一片，一條撬幾片，一條撬一片，呀，人撬嘅啊，係做喺縮下去，哦，誒，就唔會跳走。哦，誒，等下我看一下，你看，那有咧細咧一圈，哦，先落嘅。啊，要縮下去，縮下去，哎用兩邊那個縮嘅就唔會跳走，唔會跳走。哦，從古到到今日錢進來位，這條位啊，你係清錢嘅。嗰個咧，嗬，然後用一支鋼嘅，鋼嘅來咧，兩沙鋼，好來，鋼起來哦。28嘛，冇啊，係嚟用剪條來，用剪條，面對面，然後一片田一片條，菜鳥啊，好來，用用剪係嘛，用腰剪啦哈，來1、2、3，有嘛，28嘛，有18嘛，冇18啊，按重啊，有咩按重啊？哦，不搶人誒！哦呀，望天啊，當到呢咯，佢自己都當到呢咯，生意哦，也係好吧。哦，也係好，哦，有兩三成嘅好，我係看得出來。一地杯啊好，生起望天。我杯啊吼，漸咧，哎呦，要出名嘅，動呢，啊那地杯你看，漸 smooth。哦，像只望天按太極哦，哦，以前嘅人吼都按太極都做得四處去賣嘅，做藤椅、做燈嘅也得哈。有嘛，有18嘛，有18嘛，冇18啊，按重啊，有咩按重啊？哦，好起來哈，做咩？好啦，按那共同一節啦哈，共一來。好啦，好見行，行唔通啊！啊，嗌飛過來啊哈，嗌飛過來啊。嘅塞波真嘅冇按改哦，佢嘅流程一下將體驗一般天天。一地又一地嘅塞頭，樣板本佢哋像數鉗數按樣，輕輕嚴強下。大家員也要係另外一門大學問哦。哎呦，來，按那看嚇塞嘴到奶，樣板按到塞嘴咧。大家係塞嘴嘿，呀嚇，要髒嘅咩？嘿，髒了邊。按你向我背。哦。啊，然後髒嘅，然後向我背。哎呦，看起來用會漂。哦，呀，你斜落去做唔得，做唔得，好。然後行得變轉來，哇，老太哥講，塞波要做得防震，內容唔會問題。每粒石頭你標嘅時間要用心，
用腦背嘅一面去平，希望就會對東方向下背來斜，底下嘅面積天錯愛大，按用唔但將雨水，將做得順着石頭流到體內下去，排水順序，咪做得啲體同搖嘅時間保持平穩咯。哎呦喂！哇，這根本是舉重啊！哎呦，真不一樣哦！好，老大哥，也做得。方向唔錯嘅，你看咯，呀面前較細，好，後背較大，好，安尼就做唔得，我背較大，地背，地背較細，你看咯，一隻三角咩，三角，用擺嘢，有件牛塞咧，安尼咯，一隻石頭牛過一隻石頭，就像安尼安尼骨頭安尼牛得意思強樣，安尼手愛用啦，安尼牛得。太細，哎呦，牛得真唔會照踢。老大哥，你看咯，一底下呢，只係露條擺嘅沙坡，擔高呢，只係矮人嘅沙坡，有冇？你看線呢 ，Q A， 兩下呢，天衣無縫，係啊，幾多一講，一講，係啊，真係，基本呢，從古到到今呢，嘅沙坡成功 ，Give me five，一隻又一隻嘅石坡，就是先民按樣靠嘅又靠，夾嘅又夾，來來回回所創造出來嘅智慧結晶。從古到今，根本係真經上嘅寶貴嘅一課。啲老太個屋下喺嚟一日，天日嘅早晨，用馬拉邦古土來出發，大家打坐5點就起床，但呢就係一個瞬間啊！眼前嘅雲海拍下下嘅青結結嘅。當初軟軟嘅面呢，彈喺山腳下，真見講到像人間嘅仙境啊！老太哥，今日出啊，清好看的獎哦！小弟係根本帶人來馬拉邦山嗬，看見日出嗬，有獎嘛？真獎，啲阿里山較獎，哦，真獎。而那邊開拍1000公尺來講嘅話嗬，時間又唔是久，一下就來到山頂過來看日出咧。你看，呀那邊嗬，係一條樹誒，很多架棟樹，呀以前樹嘅動態條3山以南安態條，叫佢嚟講嘅話嗬，就冇睇咧嗬。一山康係有一樣，呀很多烏都里，嘅很多雪景咧啦，動態則個雪景咧，係市面上價是當好，呀到市場上來講嘅話，一件來講嘅話，85元左右嘅。哎呦，真好價，真好價，錯嚇。阿老太哥，貴樹嘅土地冇東西啊。唔看呀，你嘅樹當到花木要嘛，梗係10月左右嘅來講嘅話，長幅開花開到啪，其開花唔會大枝咩？大枝嘅話到5月節。端午節，梗下做得摘來賣嘅，真又好食。條拜人啊，賺錢就喺種了5都里，刻山刻到1000多，按個，有開下衣上下賣，唔過網友5都里之前來講嘅話，我就考乜嘅成法咧，就係皇庭。哎呦，皇庭哦，皇庭啲嘛，哎呦，皇庭係啲，皇庭哦，這樣用啦，這以前生意係唔同化噶嚇，即似皇庭大生意嘅，不過皇庭嚟講嘅話，限咗嚟做當道東西，哎呦，便宜要嘛，便宜要，平咧作嘅要嘛，買喺皇庭做嘅啊，喺皇庭做嘅，哎呦，係有一樣做喺驢機。還有呀，驢機係乜嘢東西？驢機啊，講貴嘢都蛇木。蛇木啊？係啊。驢機可以做乜嘢用嘅啊？驢機啊，以前嚟講嘅話，切一批嘅人啊，佢係就做當地，因為一早嚟種蘭花，排水好。蘭花嚟講嘅話，冇馬屎有水味，所以就用驢機嘅盆嚟種蘭花。我有印象啊，我細時節有看過嘅。湖嘅木條嘅，即係驢機。唔過一下驢機啊，國家規定做唔得多嘅，保育嘅。農民嚟講嘅話，一下也唔是靠驢機有皇庭成法嘅。馬拉邦山嚟講嘅話，種草埋個種5都里，係也兩樣嘅個經濟嘅作物。老太哥嘅話當清楚老外哋講，馬拉邦古土唔係莊頭之間嘅聯絡通道。
佢係先民上山採集資源，學一家大細重要物資嘅故土。我哋呢，天天要挑戰全長4.2公里嘅馬拉邦山故土。對北線嘅雙湖登山口出發，到山頂過後，再順登南線下山。馬拉邦係泰雅族語嘅譯音，意思就係山又高又長。幾下百年來，山腳下嘅客家族群，到山頂上嘅泰雅族人和平共存，共享資源。爭開10分鐘聽聽，羅太哥聽日就發現到黃田了。哦，不搶人哎！有呀，黃田啊，當道呢咯，佢自己就當道呢咯，生意哦。唔看一條黃田啊，你當道路咩？喺度有個基體去，哦，真唔會人登山，真唔會危險，哦，唔看。呀，規矩嘅長長，你也冇叻咧啦，吼。呀，吼，叻嚟嚟講一番，吼，呀，阿爸人行路啊，吼，本人吼狀態嚟啦，係啦，係。哈哈，冇想到黃田竟然係生咗咁樣型，冇看過嗬。羅太哥講啊，也喺山上未去少見到了。做嚟看一下嘅木毛，也係學啊。哦，也係學，哦，也有2-3層嘅學。哦，能看得出來。一地杯啊，吼，真係黃田。哦，嗬，一層層咧學嚟講嘅話，嗬，博睇嘅話唔單看得到黃田，而家係博半看。蘆筍條同啲毛，同啲都菜咧，兩眼先至冇辦法聽數咧。呀，嗬，你哋倒啊，嗬，你知道，哇，唔看，嗬，家下嗬，五體咧啊，嗬，一下唔看嗬，上嘅東西嚟講嘅話，唔看黃金。社會唔同化嗬，以前就用安尼打，嗬，一下做唔到會打哦，國家嚟講嘅話嗬，國家，對生意嚟當保護哦，做唔得打嗬，係哦，做唔得打哦。我嗌爸爸嗬，嗌爸爸冇老嗌大哥，冇大哥嗬，哦，嗌到以前有哦，係啊，辛苦。羅太哥對黃田做得講又愛又恨，愛嘅係頭擺只愛踩到黃田，就表示屋下有錢賺，做得埋難得了；恨嘅係黃田少年啊，呵呵，實在很痛哦。唔看，你我背啊嗬，漸漸嘅哎喲。要出人嘅，動呢，要出人，吼，無好看。啊，你地杯唔看，將 smooth，白白嘅，哎用亮嘅，唔看，啊，真嘅，行咗啲冇？行咗啲噃，行咗啲啊！因吼，一隻嚟真係黃田，一隻嚟行係學。好啊，行係好，行去做個波。薄荷嘅黃田就像甘蔗咁樣，有一節一節嘅木，非常嘅貼皮。唔看啊！加限當初嘅一支，也喺薄鐵皮過後，但將存一絲絲了。韓國黃田呢，愛搭順行嘅樹葉來生長。頭擺採嘅人啊，愛騎到樹當上，將採得到，實在很辛苦。1、2、3、4、4團，啊，了這木，了這黃田嘅嗬，從啲同全部做啲單元嘅，全部做得用嘅，哦。係啊，嗬，一樣有皮，嗬，有殼啊，全部剝睇起。青輪哦，一隻青輪咯，你看。澳本你看，青輪有冇？有嗬。哦，像隻黃田安太記哦，哦，以前嘅人嗬，就安太記就做得刺出去賣嘅。哦。做田衣、做釘嘅也得嗬。佢當然行咗經過加工，用布批，看到做鹽咧，也做絲角嘅，做好來講嘅話，嗬，做當油加車。啊，之前行去曬過啦，嗬。曬過嘅話，嗬，就較黃金。哦，所以講唔看一黃田咯，命案都黃田，唔看佢黃。哦，一曬走嚟會變金。哦，嚇個黃啊，較黃錯。你看呢，中心啊。細細的按細條，原本咧就按太條，按款8塊咧，地杯這按用黃田長嘅，啊，你黃田啊，我老你講，被打人啦！羅太哥講，佢閒暇嘅時節，常到田地野外上山去採黃田，這樣時黃田嘅價是清好，嫩拆賣嘅，一拆2-3隻口。一日做得賣200-300口，
头摆啊，就有人专门靠皇庭来过生活。不过，没因为家世好，菜嘅人多，故所非常嘅竞争哦。要聽到大家嘻茶嘻喝嘅聲音喎，爭客500公尺天天呢，大家嘅面色啊就轉拍了。嘿嘿，從古到今攝影隊，你看，泰迪斯。我哋嘅日樣拖延，堅持留空拍機講起神燈號，呢個就係記錄最強嘅畫面。靠山食山，也遇到底下鮮明啲山鄉土生法，冇按過嘢嗬。前面係石頭路咩？冇單嘅咩？冇單。啊，人家正上爬家下又有樹嘅做嘅單嘅路，有你看咯，一大邊嚟講下吧也做嘅菜地嘅石頭結嘅石單嘅，唔正方便爬山，一石頭很多強膽石。強彈石，都係冇快啲，啲真正係動硬嘅石條啊！你看路條擺，路條擺較講硬啊！嗬，真緊啊！係啊！也咩馬拉邦山嗱我一個特色咯，沿途做得看到鮮明應付無窮樣嘅體型，抽屜器材所做嘅無窮樣嘅台牌。挖向平地嘅路段呢，因為方便得到，就用整木向山都嘅行開沿道嘅。石台牌就出現咧。老太哥講，在我向頭前行一下，有個南外種嘅強氣哦。大家咪嚟睇看啊，到底係做得用乜嘅嚟做台牌？冷冷平穩嘅腳步，大家繼續前進，沿途豐富嘅林相，留田園嘅風景，看到清清楚楚。媽媽講，老太哥行到太馬上，遠方嘅強氣出現了。會忝誒！有沒有看到雪山？那邊呢？有雪山做嚟看。有人都飼料台，飼料台嘛做得愛用吧做得啦，係兩片咯，各條方地板要標石頭哦，塑嘅特定都唔係料就做得吧。你看你阿波用到這地杯係嘛？你究竟是愛用把種嘅？係把種嘅太簡單，要絲咯，要勁拍拍嘅牛都係要芥菜，山鄉種嘅芥菜。食飯了哦。會忝誒！有沒有看到雪山？那邊呢？有雪山做嚟看。導演怎麼在裡面？哇！有雪嘞！我會靠近一點。Oh my god！ 哎呦，強呢！來，拍山條有看到嘛？老太哥講嘅雪山山脈，這個 KB。哦。今本日實在係天公天數啦！攞個幾下日的意，老太哥原本向大家莫去山鄉，夢想到竟然做得看到安樣嘅風景。一條古道唔但將係客家鮮明得到物資嘅重要套路，咪係留原住民朋友交換物資嘅交易中心喎。曉得，我講來，粗聊一下，我講嚇。真係聊一下。你看嗬，一代表有獎喎。一位青醬啊，我韓國嘅段呢啊，嗬，千多款，無窮樣嘅段。無窮樣嗬，看一條樹誒，按睇條。哦，有嘛？有。係啊，看一樹件嗬，做一條樹誒生出來嘅，有本人做段呢行，有做得，嗬。落太啊嗬，奶又唔會流走，唔會土石流。係前人種樹啊，後人乘涼啊。做係按嘅原因。哦，老條擺嘅人真係真賤咩？你看連韓國嘅太沙鼓，佢都攞佢變成嘅段呢，還有嘅木頭嘅段呢。係樹嘅件嚟做段呢，講結字呢。老條擺嘅人賤，啲下嘅人啊，就做得用樹一下啦，阿用講就對了。做得了。哦，來依個，可以。佢上頭有做古戰場嘅紀念碑了。我一定要看一下。來依個。吧。鮮明對山東得到物資，咪底下保護原本嘅生態，開路留採集物資嘅時節
尽量莫破坏、莫多拿，留得長身菜，就做得行較長、行較久。到咧，老太哥。係啊，又係日本時代嗬，由3天然戰爭嘅下，日本人都喺那邊屍體一度哦，所以都喺那邊做一個紀念碑。紀念碑看到咧，這條碑，嚟去看一下好嘛？好啊。嗰行要當到登山客來講嘅吧嗬，都喺那邊要材料一下，都喺那邊翕相做一個紀念。當個下馬那邦山古戰場紀念碑。喂，第歷史講乜解嘛？來，資料俾我要看到呢牌。1895年，台灣割據日本，日軍接管台灣嘅時節，喺馬拉邦山發生200泰雅族人嘅抗日事件，日軍傷亡當場，故所呢一片簡碑來紀念。第一個地方呢，係由南外嘅先民利用地形做出來嘅傑作哦。一隻石頭啊，約6噸嚟講嘅話，係一隻石頭打出來一噸呢。真厲害呢！真厲害，係。又一當久了，有那槍彈殺個。槍彈殺，同啲係一隻按胎殺骨，然後佢打到按用。係一噸噸呢，人行路嗬，來爬山呢，登山客嚟講嘅話，行路都當好行。真勁。係啊，唔看佢100年前用石參來啊，你參到一噸噸呢。馬拉邦古道唔單止係一條物產豐富嘅古道，還係一條萬籟充滿智慧、老耐力嘅道路。對早晨7點出發，全長4.2公里嘅馬拉邦古道，捱到已經行得差唔多一半嘅路程。到山頂以前，大家先補充體力。假如一個時節將發現，老太哥擺台嘅原來要獻祭哦。有那飼料台。飼料台嘛做得按用把哦，做得啦，係2片咯，各頭方如果要標石頭哦，索嘅特定都唔會溜掉，唔會溜掉。你看呢個標到呢個地步係嘛？錯。你究竟是按用把上嚟？係。咁厲害把上嚟太簡單要死咯，我想一項嘛。當然嘛。唔值錢嘅東西係夠，人都有個特定，特定嚟講嘅話2片。裝平來，裝平來嘅話，塔下燈，你就做得白，你吃白看下的。OK， 吃白看下的。有輕鬆嘛？很輕鬆誒，同方便誒。係啊。你看，要麼50錢，一堆真便宜哈，飼料台50錢。老太哥自家做簡單白台嘅，本大家吃到當稀奇，簡單方便又耐用。也咪係另外一種煎鵝。聽講啊，基本當初老太哥準備當澎湃嘅菜哦。要雞肉定下拍擺雞肉好。都係要芥菜，山康種嘅芥菜，乾了表面了。表面了，按掉。哎呀，啲山康竟然做得食到瘦碌碌嘅芥菜土雞湯。大家感動到冇隻吧，會流下來了，亦真件係全天下最讚嘅電路了。翻嚟哦！食飽飲酒嘅，我見吹再一擺出發。我一個時節負責恐怖嘅拖延，是因為體力用盡，腳丟緊了。來，我來，楊導我來一下。很重啊！這位三清不錯。飛行器呀，就是空拍用的，有從送到嘅馬拉邦山當過，也輕重啊，也送到魔鬼湖去，又要跑另外一江頭，雖然已經食足嘅能量未補充嘅，不過我見吹到一下已經行嘅差唔多7點鐘。冇不是行山路，再加上重等等嘅日用器材，本大家睇唔到嘅情形越來越嚴重。就算腳步慢慢地行，大家呢係呢一步一步向目標嚟前進，加油哦！劇上嘅170噸台牌嘅好漢婆，齊慶榮紀念碑就喺眼前呢。一齊慶榮，台灣省
苗栗烟人，客家人咯。也真名是客家人嘞哦。民國71年，客家印度的黑金鳳締造當時軍人出去國外成功的記錄。民國72年，徐慶榮再一擺去印度挑戰6000人公尺嘅比古巴鐵峰，殺不幸失將過身。今年佢29歲，佢嘅精神將永遠留喺東江嘅馬拉邦山。你比啊吼，係馬啥開上嚟做嘅啊？哦，開上來吼，當初來講嘅話吼，喺苗栗縣登山協會，吼來入那邊做徐慶榮嘅紀念碑，一啲材料咧，協會就拜託亞烏卡人，亞哥、亞妹、公藝。開啊，父母奶啦，石頭啦，嗰啲紀念碑上來，最主要嘅，當然係要偏檔，咁樣開上來，一定會啊，做嘅3日當做好，哇，做3日愛用當日刻山，哎呀，刻到當過來，係，我下做一下，佩服。雖然老太哥係屬登山協會嘅委託建碑嘅，唔過佢咪當佩服徐慶榮。希望嚟一片刻山嘅人都知啊，是有一個客家後生人勇敢追求夢想。哦，到咧哈！馬拉邦山嘅到咧，1706公尺。兩位導演，會跳嘛？懂跳嘛？懂跳，今天哎呦，會講客家。客邊客家幫啊？哦，安厲害啊哈！我坐過來。哎呦，又坐喺呢邊啊！哎，來。你想看到一台嘛？哦，兩台乜嘅？一台嗬，就會比起來咩？比起來啊，直升機。原來叫看到一會比嘅來到馬拉邦山。冇看過。馬沙白，楊導。好啦，已行一半就冇辦。好啦。有抽筋咩？啊，遠睇啦。就即刻行上來啲。飛機即刻先上來。年都大下，哎呦。唔過啊，比咗科技啊。比要，你要上去看嘅馬拉邦山比嘅空照嘛，嗌你比下，做啲嘛？就落去啊，比一下。見行見撲，經過8點鐘，我見出總算刻上馬拉邦山嘅山頂上，正做得將安靜嘅空撲畫面呈現俾觀眾。一條全長4.2公里嘅馬拉邦古道，實在有深度嘅驚喜，向所有實地一片奮鬥嘅先民獻上最高嘅敬意。一下都喺那邊馬拉邦山，唔看到呀火焰山，火焰山有火焰山嘅古道，開陽古道，關渡山有關渡山嘅古道，還有乜個山，有乜個黃泥架啦，有乜個石頭架啦，咁多。從古到到今來講嘅話，希望嚟撲本太家地，好，冇問題，呢任務就搞本捱，好冇？好。手機台灣美嘅當站嘅客莊古道係藝術嘅指引，老太哥放心，藝術絕對親力來完成。從古到到今，藝術啲馬拉邦古道要完成一項使命。